而家現時社保給付係遵循一個恆常性給付嘅一個調整機制去進行嘅，亦都需要考慮到綜合嘅一個消費物價指數嘅一個調整啦。咁而社會上面其實對於呢個制度亦都有意見啦，包括咗亦都有唔少嘅人呢，其實係提前領取，咁所以佢未必能夠攞到全額。咁加上其實嚟講，如果透過累積嘅時候要去到3%呢，佢可能未必能夠次次可以去到，對居民嘅養老保障係會有影響嘅。政府其實會唔會全面再考量點樣能夠可以優化呢個調整嘅機制？見到現時嚟講嗰個參與人數應該係超過11萬嘅，但我哋睇到企業咧，其實現時嚟講大概應該係327個僱主去參與，咁意味住其實嚟講，仲有一大部分嘅僱員佢可能即使想去參與呢個央積金，佢未必能夠有條件去參與。我哋有啲咩嘅措施能夠係可以去加快推動去落實我哋強積金嘅呢個方案？咁所以仍然都希望積極能夠去考慮就係我所提出嘅建議，透過多方面嚟講咧，去增加我哋社保嘅收入。正正因為有呢個機制咧，過往其實都試過係有一次疫情期間好多年都未觸及到呢個指標咧，所以就幾年都加唔到養老金。咁對長者老友記嚟講咧，對佢哋嘅影響都係比較大，因為佢哋日常生活上邊都係好大部分啦嘅老友記都會靠住養老金嘅一個金額係支持住佢一啲嘅生活。梁孫玉提到嘅，我哋喺開源嘅基礎底下，我哋優化恆常給付調整機制，適時去調整養老金，唔好再出現好幾年都調整唔到一次嘅呢啲嘅情況，更多地令到我哋社保有足夠嘅財政儲備，去讓我哋嘅養老金可以適時係該調整嘅調整。我哋確實係希望咧推動央積金制度咧逐步邁向強制性嘅實施嘅。咁我哋分幾步啦。第一咧，我哋廣泛聽取社會意見啦，充分凝聚社會共識。咁喺第二步咧，研究制定邁向強制性嘅時間表同埋路徑。我相信呢一步係最關鍵嘅。我哋亦都會按照報告建議咧，係要平穩過渡嘅。喺法律生效一定嘅年期內咧，係按企業嘅規模咧分批加入呢個強積金。第三方面咧，我哋亦都會借鑑鄰近地區嘅成熟經驗啦，喺推行呢個公積金制度咧，邁向強制性嘅時間咧，我哋制定相關嘅配套設施同埋一啲鼓勵設施。我哋社保嘅第一層保障，連同我哋嘅敬老金啊、現金分享等等啦，咁啊構成咗我哋經濟層面嘅一個基本嘅安全網。李靜儀議員咧，亦都提到我哋精算報告亦都係提到50年而家係穩健嘅，所以我哋喺呢方面呢，我哋會做更多嘅工作，而相關嘅精算報告呢，我哋會喺完成之後，我哋喺一定時間內呢，我哋係會公佈嘅。報告入邊咧，佢會建議嘅，而家係要嗰個 CPI 啦，綜合物價消費指數咧，要達到3咧，我哋先至去啟動去調整養老金。咁建議咧，而家係想咧係將呢個嘅指標咧下調，咁建議咧可以下調到2% 或者2.5%。咁此外咧，報告亦都建議嘅設立一個彈性啲嘅一個處理嘅程序，例如我哋喺咧一個連續嘅年期入邊，如果咧我哋都達唔到呢個指標，咁我哋咧會綜合考慮翻社會嘅情況啦，或者市民嘅訴求啦，以及我哋總體嘅財政嘅狀況，然之後咧去進行調整嘅。